窗外阴天了，音乐低声了，我的心开始想你了。每个人都有明星目，我无例外。对我来讲，音乐是一种艺术，也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每次听到莫空款音乐，都有莫空款的感受。我真介意记录我每刻的心情，想把每一个的心情记录下来，写成7个音乐甲灵魂创作。我是张宇轩，未来我想当一个歌唱，希望透过我的歌声与您分享我的喜怒哀乐。看到俩脚步强松，看起来当有自信嘅人道师奶老蒋师妹，就是玉泰高职时尚无天艺课嘅同學，當地上户外行秀嘅上課情形，兩名係全台灣第一間開時尚無天藝課嘅學校哦。人哋拜嘅體驗主角張雲賢本身就是得過超級無天藝大賽嘅冠軍，故所無論係舞台行秀，也係翕相考察。对佢来讲，就像係實作用嘅。让你的画面是合理化的。好，好，来3、2、1。OK， 再来一次哦，来。像是我们今天平面拍照课，拍一个是要向前走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先沟通好，第一步脚是要跨左脚还是右脚。那我们的动作也是要很一致，然后这样我们拍摄的时候会比较快。那平面拍照要注意的是，就是要挺胸，然后眼神要定，然后不可以比什么耶的动作那什么，因为那不是平面模特会做的事情。對原先翕相嘅時節，自然嘅動作同表情，相信能拜那係持續行無天藝一條路，天朝會有以後嘅發展哦。唔過啲人問到佢有關能拜夢想嘅時節，佢應嘅話實本人想唔到。因為從以前我就覺得我想要當藝人、演藝人員或是歌手是多方面的。進入到那個時尚模特科，我還是比較想要往就是唱歌、彈唱方面的，因為我從以前就很喜歡唱歌，然後也可能會自己寫詞。那我以後還是比較想要往創作歌手方面去發展。月亮在你的眼睛，太陽在我心。現在我唱這首歌，哦，只為你。我覺得我自己唱的是，感覺是偶像的聲音，沒有到就是很有 power 那種感覺，所以我想要去職場練習，我能學到就是唱歌沒有力氣的部分，然後還有如何把我自己創作的歌能夠更完整的呈現出來。看來原先對唱歌嘅唔但倡議有興趣，未懂清楚自家行愛較失望嘅部分。故所為了本期行較接近創作歌手嘅夢想，人哋拜就特別安排佢來到專門培訓全方位藝人嘅流行藝術學校。未有一旦有名嘅歌唱表演培訓先生、小明先生親身來帶佢。希望做得天數原先拿到幾張行業歌手兩倍嘅門票哦。嗨 Hello， 老师好。嗨，好，你要来体验当歌手吗？就是歌手是怎么一回事？好，那你来唱一个你最拿手的歌给我听。好 ，OK， 那我要唱我自唱的歌，叫《分不清》。好。你说，你说，我们走了多久？太多风雨，我们不能一起撑过。牵你的手，走了
就这样。因为我还没有写完，就是还没有完成。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东西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很想当歌手。那你觉得你唱歌怎么样？觉得没有力道，然后发音的位置不对，然后声音不清楚。我觉得你说的可能都是对的，可是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。你为什么会想要给我看一个？你知道没有人敢给我看一个不完整的东西，你这样子会让我看不到你的热情。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个好的声音，可是因为他的状态不是很专心，而且他这个歌，其实我真的有点傻眼，是因为他不是完整的，然后他就这样表演了，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不是很开心的，可是我有忍耐这样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你刚刚是要诚实哦？你刚刚是你很想要把歌唱好，还是你真的在唱歌？我真的在唱歌，所以你觉得那个就是真的在唱歌，代表你不认识你自己啊？老师给我的反应和我预期的不一样，因为我本来以为老师会比较亲切，然后老师就是说话都很认真，然后讲的也很直接，觉得还蛮严肃可怕的。你说，没想到真见面，原先就用艺术还蛮扮成嘅轻松曲，本现场知道佢冇展现出对音乐应该要有嘅重视。鼓手杰天本期先加入高速培训班，親身感受一下其他同樣想要唱歌嘅人，都得要接受兩班兩條嘅訓練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模仿你的样子给你看。好啊，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听听看，你就这样。OK， 好，可以专心一点吗？不要放弃，你还没有做完，不要停下来，快点。我刚才说眼睛要看哪里？前面。那你有没有看前面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要看前面？我等你，全班等你，快点。OK， 有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可不可以再更专心一点？我觉得云轩在上这个音乐性的这个课程的时候，其实我在云轩的身上看到的是，他其实真的很没有自信。我知道他尽力了，可是跟我想要的尽力，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，这样子。可能正因养人批评，未将欣赏同學本樣嘅看見，鼓手連輕基本嘅彈順訓練都表現到唔係當好。鼓手成員欣賞傑天滿意嘅方式，希望本原先做得正經變輕鬆來，抵得安樣嘅享受音樂嘅樂趣。加油！我觉得我也有试着去投入，但是可能还不够开放。原因我就是可能怕别人觉得我怎么会做的动作那么奇怪，还是怎么样？你的动作嘞？当我看到音乐已经出现，然后他在他的状态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不能够说他不认真，可是当歌手不能说哦，你是一个很认真的歌手，那不是歌手。
轩，要你觉得你表现得怎么样？有投入。我不要问我自己好了，你会满意吗？你该那样子，如果是你是观众，你会花钱去看吗？不会。那就好了。你必须要让我看到你渴望专业的样子。我不想一直 always 一直在调整你的态度，然后说尽力一点，再尽力一点。No， 这个是你的 passion， 你要跟我说，就是你是要老师，你要秀给我看，你要让我觉得哇，这个人他那么的想要。你觉得我的个性跟我的样子看起来像保姆吗？我知道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在讲梦想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有比较进步，你可不可以称赞我？你可不可以？你有老师，你有看到我的进步吗？有梦想的人太多了，你必须要让我知道你是玩真的，因为嘴巴讲谁都会。他们可能会紧张，但是不会表现在脸上。像我很紧张，我的脸就会让别人看得出来你是紧张的。所以当歌手真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就只会唱歌就好了。你知道我每天要遇过有多少有梦想的人吗？你必须要让我知道你是玩真的，因为嘴巴讲谁都会。老师对我说蛮重的话，当下就是心都揪在一起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会很害怕老师在讲话，或跟我讲话，或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觉得他很严肃，然后我都不敢看他，然后说休息一下走出去，我就马上就是飙泪，对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啊，就是不够开放之类的。就是我到新环境，我就会很害怕，然后老师也可能比较严厉，可能对，不是只对我这样，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不认识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上这种课，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，因为我以前不是这样，我以前是很活泼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越长大的时候，就是越拘束自己，然后我一直走不出来，我不知道怎么，就是把我自己变得外向一点，因为我真的以前不是这样。当云轩就是哭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开心，因为会哭会笑才是健康的，不要压抑。你没有错，因为很多的情绪其实是很正常的，重点是你要怎么样跟这些情绪相处。所以他哭，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一个更了解自己的机会。哦，原来我这样子会难过，我觉得很好。原來有生事叫出來，你做得本原先體會到不用開心，對伊嘅歌數有幾重要嘅。嗰時候佢準備好，嗰一排進到90啲度，小明先生就決定本佢好好感受一下嘅，物解迄老情緒融入到歌聲啲度嘅種感染力。至少有些年我不曾流淚，至少有10首歌給我安慰。你繼續唱哦，然後你們聽他唱，你覺得有感覺的，你就可以開始站起來。阿烏，張開眼睛看一下哦。我想你加油哦！的時候，看到他那種測驗，就是同學，就是他有感染到你的話，你們就要站起來；那如果沒有的話，你們就要坐下。我覺得這種方法雖然很現實，但是可以知道自己哪裡做不好，或是自己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啊，還是什麼。當然，我也在努力學會溫柔地向你講解不能見的恐懼。覺得他們都很投入在當下的
情绪，然后也很用感情的去唱，然后甚至有人唱到想要哭，或是感动我们大家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棒。经过今天一整个培训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当歌手，专业的歌手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，不是只是你有一个好声音，或是干净的声音，或是好看的外表就可以当歌手。然后我觉得老师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，可能就是只是想要我们认真，然后想要为我们好，才讲话那么直接。来，打开，往左，来往下2圈，好，右下。天意打造，原先就停定高速培训班嘅同學，向下來到學校，你係咪係記下到得禮拜天初會練嘅練奏行唱？有樣哦，上會中意嘅高數，除了衝高位嘅實力、留抗壓性以外，好嘅體力咪係當重要嘅。同學們，今天我們目標6公里，不管用什麼方法，一定要給我到達，用走的都要走到。預備 ，Let's go！ 今天老師7點叫我們全部的同學來北教大操場跑6公里。他說6公里也太久了吧，而且太陽那麼大。我平常是有在練習慢跑，可是我是在健身房裡面有冷氣吹，沒有在戶外的跑步的感覺。那我們一起跑步，一開始是有點覺得不會很累，但是到最後就覺得快死掉了。然後可是看到同學們一起在旁邊加油啊，然後打氣，我覺得很棒，就很喜歡這種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覺，一起跑步啊，然後一起聊天什麼的。冇唔錯，團體向下練奏，唔但唱做得練體力、留意力。更加重要嘅就係感受到嗰種團隊成員向下完成任務嘅向心力。鼓手經過100練奏嘅交流，未確實本原先漸漸地打開嘅心胸，直到練習10個後，其實作為一天頭擺從來冇實做過嘅事情哦。進 ，Hello， 可以看你們練習嗎？可以啊，歡迎。你是新來的學生？對啊，我昨天才來，然後想來體驗的。體驗。所以你們平常都在這邊練習哦？對。對，練習什麼？我們在練習吹蠟燭。可以，吹蠟燭可以幹嘛？吹蠟燭就是練哪裡？應該說可以讓你的聲音比較放得出來。哦。對。可以教我嗎？可以啊。行，你要不要來這個？首先手伸出來。好。然後你要像吹蠟燭一樣去吹氣，然後讓你的氣是到你的手上。嗯，對。所以是要吹到這。就是這樣。好。學姐他們說這個動作可以讓聲音更洪亮，就是更出來。然後我覺得還蠻棒的，因為我第一次知道這種東西。其實還蠻累的。每一個都超累的，這不是最累的，我跟你講，這不是最累的。所以你們平常都要一直吹，一直吹。對，吹到對。吹到對。對。因為不是隨便吹，是要吹到就是一般唱歌要傳達到的地方。這樣。對，可以再用力一點。其實我覺得學姐人還蠻親切的，就是不會讓我覺得他們是有一道牆隔的，就是都很好親近。然後我們也聊得很開心，然後也有留下聯絡方式，然後希望以後還可以就是繼續交流。願意主動去交流，本原先唔但將認識嚟新嘅朋友，好多位新嘅歌唱優良，還可以追求夢想嘅理想當中，尋到位第一種嘅盼望。嗰啲種溫馨嘅時節，總唔得停留太久。而咪小面先生做出安排後，能我一項發通，而本原先對歌手嘅夢想，嗰一擺有更加旺盛嘅企圖心。
一个专业的艺人，他到底要会多少的东西，或者是他到底要有多大的能耐？其实讲出来，我想让云轩去观摩的原因，是因为很希望他去看看跟他一样有梦想的这一群小朋友们，看看他们怎么一步一脚印的去努力。然后他们在台上，他怎么样把握每一个机会，然后去展现最好的自己。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他们现在的时间上面可以去把握，然后我很希望他可以看到这个部分。红色酒瓶，电视家乡无聊电影。刚刚看了练习生的评训，啊，我觉得还蛮惊艳的，因为很少可以看到这种表演跟评选。那我觉得他们有训练的人，跟我没有训练的人，感觉真的有差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台上就是他们可能会紧张，但是不会表现在脸上。像我很紧张，我的脸就会让别人看得出来你是紧张的。还有他们刚刚跳的舞，有些是自己编的，然后也要舞蹈底子。那我很喜欢站在舞台上的当下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一定会更努力，成为像练习生他们一样，能够站在舞台上，然后表演给大家看。看来小明先生安排嘅练习生演出观摩，端正节奏嘅原先，本期行较有心，上去中意嘅歌手。不過年前有一些完成嘅，就係小明先生第一下嘅成功演出。呢個演出項目就係愛佢咁樣創出草本一張見面時節，嘅數韓媽媽成嘅自創曲，未希望做在堂度嘅行較有情感嘅歌聲哦。老師好，嗨 ，Hello，好，我要来听一下你的那个验收。好，那我昨天有把我的上次没有做完那个写好，然后 OK 我再唱一次给你听。好，我听到云轩就是把他自创曲就昨天这样把它做出来的时候，我很感动啊！我觉得他在乎音乐，我最喜欢在乎音乐的人了。你说，我们走了多久？太多风雨。要开始唱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情是也是很紧张，心跳很快，但是我会就是闭眼睛，不要看老师的脸，对，就是想专心到自己的感情里面。我们的爱情不是场游戏，没有谁输谁赢，我们怎么分不清？我觉得云轩的表现嘛，我看出他的努力。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啦。然后我开心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希望他更好。就是他可能很紧张，可是我相信他的紧张开始多了更多的看重。那你至于说他表现得好不好，我只能够说，我希望他可以不要放弃，因为还会有很多他要去克服的。可是我还是很以他为荣的，就是我有看到他的态度其实是有转变的这样子。彼此的关心只剩冷空。望着你的背影，我模糊了眼睛。谢谢。很紧张哦，有一点，快疯掉了哦。不容易哦。感觉怎么样？在老师面前还是很紧张。好。我觉得你很勇敢，可以站在这边，然后继续把它完成。然后，就算我可以感觉到你中间一度可能已经不知道怎么唱下去了，可是你还是有继续。你很想哭吗 ？OK， 没关系，你可以哭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哭，对不对？你有一点已经快要，可以不要再唱了吗？我不想再唱了。可是你把它唱完了。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第一步，很好，开始对自己负责，
然后对观众负责，对你的音乐负责，其实这很好。OK， 加油，谢老师。嗨，云轩，这2天呢跟你相处起来呢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，然后写的歌其实也还蛮好听的。当然我知道我在这2天里面其实真的对你比较严格一点，可是那是因为我用你的梦想去看你这个人，我不是用你现在是谁来看你。那如果你真的要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的话，会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，就是我会很希望你真的要开始去喜欢你自己，然后去相信自己的力量，然后永远不要放弃所有找寻任何可能或者是创造的机会，好吗？小明老师祝福你，哇！加油加油！在了解训练过程中，让我了解到做歌唱唔係只有唱歌好聽，就是得當歌手，還有真濟專業的地方我去學。在了解訓練過程中，雖然我真傷心，但嘛真努力老師能夠講出我的缺點，讓我認清自家。歌手這條路真難走，但我相信我只要堅持，夢想就令我較近。有一日我一定要去上了解舞台，唱自家的歌，俾大家聽。